敏熙的脾气你又了解，虽然我们是哥们儿，有些事儿毕竟不方便。哥们儿，生意，季阳，我们俩那么多年的兄弟，那么多年的生意伙伴，看来这次我真的应该祝福你。聊了怎么样？从今以后，我只有你了。上车。我一直自诩在这方面的能力不输于你，不愿意待在你的背后。有了新公司，就是我大展拳脚的地方。人们为什么要买东西？有些东西是他们需要的，有些则可有可无，而有些是他们不需要的。但是这样，人们依旧会义无反顾地去买东西，这是为什么？